在地人在地情来看云林县土库镇办活动，要互更较侪人来熟悉到土库马公这个所在。即天带着大人囡仔骑铁马来踅这个马公，而且品尝到在地好滋味，互众人拢留下着美好的回忆。 囡仔骑铁马来到水库安养中心，看到水库，因拢真欢喜。即天唔闹囡仔来参加，冇来自台北社区大学的学员和老师来到这，对即摆活动的规划，因拢真期待。要认识马光，我最期待的事情是骑脚踏车去绕马光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去看水牛。即天是云林县消费处和文化部青年征讨计划共同合作的，主要是希望来关怀在地囡仔，互因更加熟悉家己 新的所在，因为我们想要用这个计划来关怀我们在地的马光的小朋友，让他们认识我们土库马光。伫咧即摆活动内底，那邀请今年伫咧云林县萝卜饭节得奖的总铺师来替因制作好食萝卜饭，嘛带因去参访水库安养中心等等，让每一个人对马公有更加侪熟悉。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